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7日下晡新闻，我是陈志安。现在看今日新闻重点。花莲地东目前94人伤，搜救队准备入去到中庭，要救经营饭店的员工，还有被坠落古道游客。地东铁路长总统蔡英文去台北车头采访中心，关心清明疏运。行政院长陈建仁嘛赶到花莲勘灾。新闻制作台南南西江家古厝，今日家孙这地将近200人登来陪望，是全台湾上大规模。新闻一开始，先来看昨花莲的大地震，消防人员继续咧搜救，空勤直升机开始空投物资吊挂救援。另外，六关市的搜救队计共200人，嘛准备要入去到中行，要去救经营饭店的员工，也有去爬坠落古道的游客。空勤直升机飞来到灾区的空中，搜救人员旋落去到矿区展开作业。4月初3大地震造成花莲县和平甲和林矿区有真侪人受困。初4早起，直升机载425公斤的物资来到和平矿区空投。另外一方面，也甲矿区内底一个死者的遗体，甲另外6个工人送出来。工人表示，伫地震迄当阵落落来石头，那像是庆忌共款，敢若会当秘伫个沙包后壁。哇，那个石头太多了，哇！像子弹一样啊！哎呀，从上面这样，不知道跑哪里啊！哇，我们都怕沙包，我们就都在沙包后面了。消防署搜救队初3暗时入去到台北线，伫影仔口环卫部附近救出11个受困的民众。对，我们要点名一下，等一下碰到哪边那上一阵。哦。初4早起，计共有6个特殊队200个人，伫个公路局泰鲁国公务段集合，入去到中环山区，要甲救曲洞泵坑内底受困的29个天祥经营饭店员工救出来。目前无人机也翕到民众伫现场的状况。另外，也有甲部落湾16个被坠落古道的游客平安送落山，对着台北线道路抢通，陆续有受困的车辆出来，住客提醒沿途路况是真危险。所以还是蛮危险的啦。如果要进去救援的话，可能还是要小心。它这个沿途当中必然还是会有那个失联的那个民众。那我们已知的部分呢，我们会尽量的把人员呢能够顺利带到安全的地方。泰鲁国国家公园管理处表示，目前已经知影菜楼附近有落落来土石，据苏花泰管处下底崩落，道路中断，管理处附近的道路损害约30公尺，灾情陆续传出来。消防署特殊队强调，无排除也有失联的民众，会尽量把握时间来抢救。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花莲东海岸台11线30公里甲39公里这个所在，因为地动崩山地基流起，方便乡公所已经调工程车咧清，希望会当赶紧拍通。方便乡台11线39公里所在，因为地动地基流起，目前交通断暂，工程人员继续咧抢修。也啦，西段140公里所在，有5个人掉伫内底嘛，拢已经救出来。148公里有9个人受困嘛，已经安置好势。公路局提醒地动了后，山路地基较松软、较厚绑，无必要就莫入来山区。这地动过清明假期的第一天，国道1号甲3号路南对透早就开始咧塌，按算下晡2点过，即马才会慢慢疏解。今仔铁路部分，目前宜兰苏澳到花莲秀林的路段已经提早拍通，正常咧发车。早起往花东的旅客到台北火车站坐车，台铁公司全力抢通苏花到秀林路段了后，4月初4已经会当过通车。另外，因应着台9线公路中断，台铁阁加开宜兰往回花莲区间快车拢总10班。我原本是昨天的班车，所以我就延到今天，就是在延后买票。怕一开就有落石之类，回不了家，有点怕。强烈地动拍乱东台湾的交通，一定往东部的旅客减少。高速公路局嘛取消国道5号就顶到平南入口封闭的措施。西部国道路南伫早起5点开始进行高承载管制，暗过扫望出外的车也是真多，真侪路段拢塞车。新店湖口路段时速拢伫20公里左右。高速公路局预测下晡2点了后，都会渐渐疏解。今日是主要是以南向的车流为主。因此，在西部国道的部分，往南部地区的民众建议是在12点之后出发；而国五的部分，要往南走的用路人建议是在下午5点之后出发。
交通部长王国材早起嘛到台北火车站视察零架的疏运，针对花东路段去，交通部启动海运会当运输民众的自用车，旅客会当坐铁路，人甲车是分离，去花东都有车通用。苏澳港到花莲港要坐船要4个小时啊，所以我们是火车在1小时内就到哈，所以我们也是觉得说，反正所有民众也有可以选择哈，就是比如说他车拖这个船运。然后他坐火车到另外港口那边等待。对初三捌出现大批民众伫上山甲台中机场伫等飞机要去花东，交通部表示，初时早起已经搁飞一班往花莲的加班机，因为铁路已经抢修通车，预估连假期间往回花东航空疏运量能应该是有够。记者综合报道。代替目前宜兰苏澳到花莲秀林已经提早拍通，正常的发车。总统蔡英文早起嘛去到台北车头载放中心了解清明的疏运情形，感谢相关人员的辛苦，嘛要求要随时检讨应变。4月初3，花莲强烈地震对东部的交通造成严重的损害，造成铁公路中断。伫经过透明抢修，代替伫初4早起6点3分。提前抢通宜兰苏澳到花莲秀林路段，全线恢复正常发车，解除花莲高岛的危机。不过，花东路廊又完等待修理。拄好是清明连假第一天，总统蔡英文到台北车站联合载放中心视察抢修加疏运的情形。台铁也在今天已经恢复双线的通车，对东部的疏运来讲，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步。损害比较严重的是苏花公路，其中下清水桥的段落最为关键特别感谢我们各位同仁的辛劳。那我也要拜托大家持续积极应变，密切注意疏运的状况，随时调整运能。蔡总统伫咧台北，行政院长陈建仁加准副总统萧美琴是到花莲灾害应变中心了解灾情的情形。根据中央上新的统计，这边赈灾内面死伤的人数是9死1050人受伤，也有超过100人被逮掉失踪，引起国际关心。总共有47个国家的政要传达慰问的消息。美国白宫也发声明讲，随时准备提供任何必要的协助。We stand ready to support the people of Taiwan at this difficult time. USAID staff in the region and here in Washington will continue to closely monitor the earthquake and tsunami warnings and will remain in close contact with the 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 and are ready to provide assistance if necessary. 对各国的关心，总统府表达感谢。因那中国国台办伫咧初3也表示愿意提供救援的协助，但是根据国防部所讲的。初3规工，如果侦测3台次的强机，7台次强舰伫台海周边活动。对此，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讲，伫重大灾害期间，对话爱想看因这款动作，会互台湾的民众心内作何感受？记者综合报道。这届地动苏花公路长期灾情上界严重的下清水桥地基是完全流起。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加交通部长王国材下晡嘛来到苏花公路来视察，讲拍算先用振臂更牛做临时便道，拜六下暗对开放通行。这现场上新的情形，连线予台记者郭碧君。记者即摆人伫咧苏花公路的中德管制站附近，即摆会使看到现场是营业用到满世界哦。这是因为昨花莲大地震的冲击波地势带来的土石崩山地势这款的结果，一直到即摆现场拢一直有土石落落来的声音，会使讲是非常的危险。目前苏花公路主要是剩下清水桥也未抢通，即摆等咧赶车辆初步先互小型车通行。若偷偷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甲交通部长王国材也到现场视察，咱来看因是安怎讲的。那我们是希望在4月6号，那么下午6点以前，先完成临时便道。那这个临时便道可以通过小型车，然后大概4米左右。那接着利用原来的这个断桥的路廊，做一个优化的这个便道，大概5月这个底左右完成，大型车可以通行。那年底前我们要把这个桥梁复建完成。那所以我想，我们最快4月6号，也就是后天的傍晚会完成这个临时便道，让苏花公路小型车可以通行。这个苏花公路如果畅通后，大型车还是不能够行驶。那有些蔬菜的这个货车可以上台铁的
这个用托运的方式，到达台北的五堵。那如果是一般的货车也可以走台八线，到达中横。目前几条苏花公路上主要的伤害是存一个下清水桥的工程，目前是估计使用这个民国60年代的旧桥，搭配这个建壁的钢铁，车辆先后小型车来通行哦。目前另外这个行政院长陈建仁中昼的时阵也视察中的车头，伊表示目前台铁已经恢复双向通车，但是花莲县政府有运送农产品这块资源的需求，会当来运用。伊也要求台铁公司要继续加速这个中的车头的重建工作。过来，陈建仁也提醒台铁行车期间要注意拖桥会可能会崩落的状况，也讲说来方面可能影响台湾花莲地区有可能会落雨，沿线的民众、村民都要注意拖桥流崩山这块的情形危险。行政院长陈建仁也讲，目前已经83亿的经费，和花莲县政府会来提供因来紧急的时阵通行使用。以上是公司台记者来自中的车头的连线报道。感谢碧君的现场报道，咱继续来看花莲地东真侪学校拢传出灾情，其中花莲女中因为综合大楼规栋的条仔拢变形，加在是无人受伤。行政长陈建仁早起嘛去到学校了解灾损的状况，现场上新的情形连续互台记者将议会做回来了解。市主报目前记者所在位置就是伫花莲女中，但呢伫即摆一个大地震，其实花莲有真侪学校拢受损，其中花莲女中是损害上严重的。现场会当看到综合大楼是已经有留封锁线，会当看到学校10几个条仔的钢筋嘛拢已经有损害，连铁路嘛拢耷落落来。好加在即摆拢无学生受伤，来听看卖花莲女中的校长来说明目前学校受损的状况。老的所在啊，差不多12支的大支的条啊，内底有10支差不多钢筋拢崩出来，所以看起来是非常的危险。照我看来是迄。我都救啦，一定要拆掉。今仔早起，行政院长陈建仁嘛来到花莲女中看损害情形。目前花莲女中这栋大楼已经互判定是危楼，嘛已经搭红单来等待后续拆除的工程。行政院长表示讲，目前已经请教育部来评估花莲学校灾情的状况，中央嘛全力来配合，听看卖院长有啥物的指示。教育部长呢来去了解。花莲这个地区各中学还有各小学甚至大学他刚才也到东华大学去视察，我们希望能够尽快的恢复学生的正常的生活。校长表示讲，过去发生的地震拢无遮尔严重，这是头一摆。好加在这栋大楼主要是以办公为主，并无影响到学生。伫后礼拜一会当顺利上课，而且嘛陆续将物件搬出去。学校毋望未来拆除了后，会当有机会重新起一栋。以上是记者伫花莲女中上新的状况，甲时间交予主播。过来，咱看到花莲的天龙市大楼起，早上9点多，最后一个叫地伫内底，32岁姓孔的老师，互救出来时已经不幸罹难。消防局表示，伊第一时间有走出来，不过为了要转去救鸟仔，佮走入去内底，大楼放弃，互地伫1楼佮2楼的楼梯间。太阳城大楼上尾一个受困的人，也就是32岁姓孔的女老师，伫搜救8点外钟了后，早餐暗时9点11分互救出来，不过已经不幸过往。搜救人员讲，伊徛伫1楼甲2楼的楼地板，下半身跌掉咧，无法度走出来。内部也有一组人去做破坏的动作，那因为他其实就是遭梁给压住，然后下面也有水泥块，所以导致我们在搜救上，我们是利用消炎机去做下方水泥块的破坏，然后再将患者移出。因为搜救的过程当中，持续有地震尾发生，增加救援的难度。这个32岁姓孔的女老师，伫花莲高中咧教册，做辅导老师，伫这间学校服务2年。地震发生了后，原底已经离开这栋大楼，13分钟了后，佫行路为边门入去。消防局讲，伊那像是为了要救鸟仔，才会佫转去。地震发生的时候，他可能因为要去做一个救助猫咪的一个现象然后就自己独自。又跑到大楼里面那经过5秒钟之后，那整个大楼就倒塌了。因为太阳城大楼也佫有持续起的现象，工程人员调把战甲来检验大楼起的趋势。按算拜4早起，检方甲技术去现场看过了后，上紧拜5才有可能开始拆。我们目前整个安全距离已经向外延伸20公尺以上的一个距离因为整栋大楼它是一个帷幕式的一个玻璃那我们怕。等一下，如果有倒塌的一个状态的话，玻璃
玻璃的碎片可能会伤及我们民众。因为地震发生的时阵，大家是惶惶恐恐，有住户希望会当转去摕物件。不过到早起6点为止，地震尾已经有300间。当地里长讲，要是爱以安全为优先。记者综合报道。地震了后，第2天，天龙市大楼是比昨昏更加粗。今仔早起，检方有来到现场，请专家来采样，要了解当初咧灌红毛土甲绑钢筋的时，敢有遵照法规。另外一边的北平街大楼1楼是规个放弃，无材料个大人，但嘛已经差不多拢拆了啊。天龙町大楼经过1暝，起的角度又搁增加，坑成徛好不行离栏，减掉嘛介入。这是检察官到现场勘查，嘛请专家坐分推车，专心使用水泥胶等等的物品，要来厘清设计建筑够符合当年的法规。最主要是求得它混凝土的一个强度。那至于后续在拆除的过程，我们还会着断去保存它的一个钢筋的一个完整性。检察官无回应任何的提问，行政院长陈建仁嘛到花莲来关心。昨天我们土地总处呢已经拨了3亿，先到这个县政府这边让县政府能够来积极使用。同款伫地震了后，1楼房底派北平街这位建筑物，伫规暗拆除了后，已经看袂出原本的样貌。不过住了60几栋的厝无去，要去现场的徛好非常的艰苦。家里根本没有办法再重新盖啊！家电、生活必需品，现在就是变垃圾了。我只能说化为乌有。因讲对未来唔知要安怎，互地震底派去的家园是无法度回去啊。虽然知影平安是上重要，也是非常的烦恼。记者王刘婷、陈显坤，花莲报道。讲到即届花莲的大地震，众人是心惊惊。到底地震发生的时，是要留伫咧室内较安全，也是已经走出外口？今日解拍新闻，就请义珍为咱说分明。是主播今仔日解拍新闻，继续来关心昨早时地区翻新。花莲发生规模7.2的大地震，全台湾拢叫甲真有感觉。而且到这地震尾已经叫300外界去啊，真侪民众是心内惊惊，困袂落眠。因为咱台湾伫环太平洋地震大顶悬，所以地震是真史上咧发生，无法度避免。干那加强防灾知识，提升应变能力，才会当减轻损失，保障家己的性命安全。总是讲地区翻新的时，人伫厝内要安怎保护家己咧？上重要的就是爱保护头壳甲颔管。要救命有3招：趴落来、掩护、稳好调。第1招趴落来，拄着地震就爱随趴落来伫涂骹。那第2爱找所在秘，若准备伫壁角就爱细致，莫互鸡仔、猪仔喊着伤。上好是秘伫倒仔骹，头壳顶才有物件扎咧。那第3秘伫倒仔骹。一只手就爱甲家己的头壳抑个颔管保护掉，那一只手咧就是爱换倒仔骹，才袂互地震的物件喊着伤。那论真来讲咧，上重要的就是爱保持冷静，唔通雄雄讲讲就要走出去室外，颠倒是会去较危险。因为这地震的规模，佮有地震的时间，咱无法度约甲准。所以讲咧，要安怎判断讲徛家厝建筑物有法度保护家己袂倒去咧？咱就爱来看牛条结构的耐震系数，才知影讲一支厝敢会堪这地震甲摇甲害无。这届花莲地震是25冬来台湾上严重的一届。其实自1999年9.1大地震了后，过来有检讨建筑法规。伫2002年有甲检讨这建筑法规了后咧，就规定讲，这新起的厝爱提升耐震系数。所以讲，若准家己咧住的，或者是拍算买是2002年以后起的，都唔免惊讲这厝的无够用，因为相对来讲咧是更较安全的。若讲万不知，恁兜是伫咧9.1大地震进前就起好势啊，已经起超过25年的老厝，有影就更较危险啊。就要特别注意讲，咱会当去找建筑工会，或者是土木技师工会来检查，看恁兜的厝内这牛条有裂缝无，有安全无。来判断讲，敢需要换厝登记。以上就是今仔日的解判新闻，咱甲时间交登去互主播。感谢义珍，过来咱看即马苏花甲中型公路拢登去往回花东，拢都要对屏东口去咧。今日伫屏东邦寮5车路路口的车是比往年的清明更较侪，嘛有真侪游客是取消东部行程，改去垦丁小琉球。有个今日小琉球都9万人要订岛。
第一线落南车流不断，警方阁调对向车道来疏运。清明连假第一天，因为花莲强震造成苏花中华公路无法度通行，车时透早7点到8点，第1甲第17线交叉邦寮5车路口已经出现3300台车，超过过去的清明连假。本分局于7时49分开始实施南下调拨车道措施，调拨台一线436.5至445.5公里处。北上内侧车道供南下车辆使用。警方分析，落南的车辆主要是想要行南回公路去东部，还是去垦丁佚佗。垦丁南湾透早就有游客伫耍水，花莲强震拍乱真侪民众的出游计划，拢改来垦丁耍。但因为当地初4到初6要举办台湾节，真侪旅馆早就已经订满，真歹订房。大家惊去花莲，佫唔知会安怎话，所以就刷来垦丁啊，所以这2天。爆量，民宿订房率几乎都是全满，机车订购的方面，几乎现在要订机车很难订，非常难订。唔拿垦丁小琉球同款嘛是游客改行程的选择之一。东流线透早就出现排队坐船的游客，五间船运公司7点外就开始加开班次试运，估计小琉球连假第一天的订岛人数应该就会超过1万人。记者陈焕武、柯正俊屏东报道。苏澳公路长期早起继续咧管制，优先予救灾车辆通行。另外，航港局冒派船来往苏澳甲花莲，协助东部的疏运。车一台刷一台，开入去台北快船，车是早起9点半起航，拢总载63台轿车加3台大货车去花莲，车主是坐接驳车到苏澳新站转坐货车。因应苏花路龙大清水段严重崩塌，短时间内无法度修理好，航港局启动垃圾运输，调派台北快船协助东部疏运。那因为车辆的载车的这个数量有限啊，那是希望有紧急需要的旅客来优先来使用。我们有请示过那个我们交控，我们居民就是走走低。清明连假，民众想要登去和平河中这个所在扫望，开车到南路了后，敢来当行台九电线、苏花界观音崩坑到和平溪桥路段，也是敢来开放予救灾车会当过。公路局是讲，苏花路龙大清水段还未抢修通车，为了安全甲救灾顺利，目前也是管制。目前呢，还是只开放当地居民的一个通行，跟那个强灾机具的一个进入通行这样。国道5号虽然拄到清明连假，不过因为苏花路龙中段车流量无大，差不多9点半左右就无车，甲往年拢会搭到下晡无共。那是观光大暝部分，业者表示花莲地动了后，确实有拄到退房的情形，不过也是无法度去花东的旅客，有的是选择伫宜兰段，有进有出，对段速率影响无大。记者综合报道。昨咱台湾花莲的大地震引起国际关注 ，NHK、美联社、路透社、CNN 甲 BBC 等国际媒体拢有报道。另外，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嘛表示慰问，讲若台湾有需求，日本随时拢愿意斗相共。直升机为空中摄影，会当看到山坡光光，显示发生严重的山崩。台湾花莲初三发生强烈地震，引发国际媒体关心。各国媒体拢报道台湾地震的消息。路透社用标题“规模7.2地震撼动台湾”，引用台湾内政部消防署的画面，报道地震造成花莲山崩，冒访问台湾民众。很厉害，然后我们家门口的机车都倒了，然后我就赶快关瓦斯、关电源。把大门打开。其余外国媒体像 CNN、BBC 甲法兰西24电视台，即欧美媒体还有半岛电视台，拢用25天来台湾上强的地震这指数来报道花莲的地震信息。而 BBC 英国广播公司嘛报道震灾死亡人数增加的数字。法兰西24电视台是讲到中国上海甲沿海省份拢有感受到这场地震。另外，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佮伫首相官邸网站对台湾地震表达慰问，感谢台湾伫3.1甲零丁地震对日本的协助，表示愿意为台湾提供必要的关注。因为日本 Okinawa 一度因为台湾地震发布海啸警报，日本自卫队就和 F-15架战机飞去哩收集地震的资讯。另外，和航空自卫队恩纳分屯基地接收去避难的居民。虽然暂时日本 Okinawa 已经解除海啸警报，也毋过日本真侪航空公司，包括全日空、日航，拢宣布取消飞往 Okinawa 的国内线航班，各国差不多有63航班取消，影响旅客达到11000多人。国际新闻台是董炳玉。
讲到乌克兰甲罗西亚继续咧相战，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拜二签准法案，甲动员参战年龄会对27岁降到25岁，希望会当征调愈侪兵员去到前线。另外一方面，罗西亚伫咧音乐厅的恐怖攻击事件了后，报名要做兵人数嘛快速增加，伫咧最近10天内就超过16000人报名。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初次签署法案，该党防动员做战斗任务的年岁为17岁降到25岁，希望在志愿役人数减少的情形之下，征调更较侪兵力。不过乌克兰的民众对这看法是无啥共款。Ну, я як військовий скажу, що це добре. Нам потрібна заміна. Ми закінчуємо. Так, це може до моєї дитини дістатися. Я не хочу. У мене єдиний син. Я одинока мати. Навіщо ж ви мені вибачте? Я стільки років його тягнула, щоб його, вибачте, забрали, і хтось його вбив заради забавки. 乌克兰国会去年5月份就已经通过这个法案，送予泽伦斯基了后，说会放伫遐无签，目前还无清楚伊签署法案的原因。不过泽伦斯基进前捌警告，罗西亚有可能伫今年的春天热天发动攻击，而且讲到乌克兰军方还佫需要50万的兵力。不过拜三煞改喙讲，所需要动员士兵的数量已经大幅度减少。The conscription law means that Ukrainians are not willing to capitulate, that Ukrainians will be defending, that there's unlikely to be a, diplomatic settlement to this war. 若罗西亚伫音乐厅恐怖攻击事件了后，报名要做兵的人数是直头增加。2024年自愿做兵的人已经超过10万人。过是恐怖攻击了后的10天内，有16000人要做兵。罗西亚乌克兰战争还未收煞，8月初4成立175周年。秘书长史托滕伯格指出，除了协调32个成员国，未来5年提供差不多1000亿的欧元，大约新台票3.5兆，援助乌克兰对抗罗西亚。而且佫一届呼吁美国赶紧通过援助乌克兰的法案。Every time I meet representatives from the U.S. Congress, I met many of them over the last weeks. They assure me that there is a majority in the U.S. and also in the U.S. Congress for support. But so far, they haven't been able to turn that majority into a decision, and that's exactly what we all now are waiting for, and it is urgent. 拜登政府当咧争取国会批准一项600亿美金乌克兰的军援计划，不过川普捌公开反对这项法案。真侪美国认为讲，川普若佫一届选调总统，美国恐惊袂对基辅提供更较侪援助。公视新闻陈伟仁编译。过来看泰国首都曼谷北部的华布里府，启用清做高城是热门的观光景点。不过自从疫情爆发了后，游客变少，才会到无物件食，就开始去抢咱人的食物。居民是一再咧抗议，但官方总算是答应讲会开始去掠猴。泰国首都曼谷北部的华富里府一向有高山仔城的称呼，当地高山仔有2500只。疫情发生前，一寡游客会炸金蕉等食物来甲吃，变作是当地的观光特色。不过新冠疫情封城影响游客消失，这高山仔找无食的，变得真饥饿较歹，会抢当地人的食物。为了防止高山仔入侵，当地主体商店窗仔门关暗暗，居民怨叹讲，家己才亲像住伫人仔内。伫小莲山攻击事件也甲居民真生气了后，泰国野生动物管理局伫初三宣布，顶礼拜已经采取行动，因用金蕉甲诱拐高山仔进入人仔内掠食的伫街路4架数的高山仔。到目前为止，有37只狗已经挂暗箍，其中有一寡公的是领袖，也有考虑分化这领袖。泰国野生动物管理局表示，掠到了后会甲这阵狗掩起来，转移去专门饲因的所在。นับแต่กลางเดือนนี้ไปที่จะเริ่มมีการดีเดย์เนี่ยผมว่าภายในประมาณสิ้นเดือนพฤษภาตามไทม์ไลน์ที่เรากำหนดไว้เนี่ยเดี๋ยวท่านผู้มีการสำนักสัตว์ป่าจะแถลงให้ทราบอีกทีเนี่ยปัญหาเราจะคลี่คลายลงได้อย่างรวดเร็วแน่นะครับแล้วก็ในเฟส2ซึ่งกำลังเตรียมการที่จะหาแหล่งงบประมาณในการที่จะสร้างกรงลิงซึ่งสามารถจุลิงได้อีกเป็น1,000 ตัวเนี่ยมันจะทำให้ปัญหาที่ลพบุรีจบไปเลย野生动物管理局表示，虽然已经开始掠高山的行动，不过伊的部门会甲当地政府合作，确保至少也有一寡高山会当自由伫街路行踏。野生动物保护办公室的官员嘛指出，高山也是有因的天性，嘛需要学习适应。公视新闻新闻综合报道。
那讲到新北环状线受到即届地动影响，板新站甲中原站的轨道脱开，昨下晡已经成部分通车。新北市长侯友宜今早去视察，嘛表示讲中和站甲大白林站会尽量赶伫咧下礼拜一上班进前处理好势，正常来发车。因中和站甲板新站因为损害较严重，该请专家来量检讨补强，才会搁再开放。接驳公车告知民众照顺序上车。这边花莲7点2的强烈地动，新北环状线也受影响。中原站到板新站有更像牛走位的情形。伫初三紧急停驶了，下昼已经恢复局部通车。市府也紧急协调公车业者加开免费的接驳公车。这个连假本来也有安排要去中和一些地方。但是呢，就是现在确实就会没有办法。那公车比较不方便，不方便啊！以前做这个比较快啊，做这当然比较慢，这一定的。民众讲无捷运真无方便。新北环状线几月3阶段恢复营运，目前已经完成第1阶段，就是邦桥站到新北产业园区单线双向运行。第2阶段是中和站到大坪林站，希望伫咧4月初8上班时间恢复。那第3阶段因为中原段到板新段更像牛走位的问题，再请专家学者做检测，确定安全了才会开放。中和站到大坪林站，我们希望在检测安全无虞底下，能够在4月8号在上班时间呢，能够恢复来通车。中原段到板新站，这个因为钢梁的错位的问题，所以我们要请专家学者不断的检测。分这3阶段做好交通运输，新北环状线才能恢复通车。在这段时间内面，市府也启动免费公车接驳，自早起6点到暗时12点，尖峰时间是10到15分钟，离峰时间是20到30分钟一班，未降低通运族的无方便。我们全线的这个免费接驳公车仍然是布局下来哈，因为我用最大的一个准备量，那昨天光是60几个班次啊，就载了1700多人。新北市长侯友宜也讲，新北市受灾户目前已经安置295人，这份轨道也有受损严重的居民，也有17件伫咧处理中。针对有出现新北市停班停课消息伫咧网络上误传的事件，警方目前也正伫咧了解。记者综合报道。昨地动了后，台北的南机场国体部分经过三大技术工会判断随时有危险，已经先搭红单，甲住户拢前去大旅社。今透早有住户倒来看物件，勿望讲政府会当赶紧来催动途径。看大包细包，这个住户姓周的负责人，昨天倒来厝里摕查某囝的枕头，还有鞋仔。伊讲经过初三的地动，旧公寓的楼梯拢已经凸起，住伫内底是真袂安心。因为这届地动了后，希望会当更较顺利来推动途径。因为借一个转机来做改变，所以何尝不是说这是因为这件事情势必大家不要再拖拖拉拉，因为人命最重要。这摆厝伫中正区中勤里的巷仔内，南机场的厝头一批是伫1964年启用，这个厝差不多60年啊。行入去汉药房，会当看到条的钢筋已经看现，嘛有闭起。天棚的砖角嘛落伫柏油烟机顶悬。透早台北市建筑施工会人员来勘察，讲确实有危险。这算有结构问题吗？哦，这里有，这里就这里啊，就这样。可以说是严重的吗？就已经贴红单啦。厝的外口已经打危险建筑物红色的标志。未来这厝要安怎处理？当地里长讲，后礼拜2会办途径的说明会，初步掌握2楼以上的住户大部分拢希望赶紧途径。听起来1楼的意愿比较低吗？对，因为南机场真的生意很好。那伫1楼的中药房讲，其实无反对途径，不过希望好好讨论。你有意见，我也有意见，大家出来参考，综合一下，大家退后一步，就比较好处理啦。早起11点，三大结构技术工会佫一届来到这。台北市长蒋万安已经讲，这个旧公寓确实有危险，营造公司嘛来这做补强的工程。目前10栋厝48户，已经甲61个人撤离，其中30个人去亲戚朋友遐住，31个人安置伫旅馆。记者综合报道。
讲到台湾咧地动，全世界拢咧关心对咱科技产业的影响。台积电嘛赶紧发出声明，讲目前晶圆设备已经复原超过1成，外界嘛有咧估算损失大约会当按伫咧20亿以下。有专家认为，台积电伫咧抵抗地动的技术提升和应变拢真有经验，对咱科技产业应该是袂有大影响。初3早起，全台湾天摇地动，台湾发生25年来上大地动，科技业的生产线嘛因为地动向动点。不过业界估计，台积电报废的晶片可能无甲1000块，扣除保险的损失差不多20亿以下。对第二季的债务预测可能减6000万的美金，利润减0.5%以下。毕竟呢，20亿台币以内是台积电能够控制的那个营收减损的范围。对毛利率的影响啊，也是在0.5%以内，所以我觉得不论对台积电第2季的营收还是毛利率影响都很有限。根据地动测报资料显示，初3新竹、龙潭、甲台南科学园区上大进度是5级，台中甲台南科学园区上大进度4级。台湾半导体产业经过91亿大地动了后，内进的系数拢有提升。台积电厂方有7级内进的设施。台积电发声明指出，地动发生的10点钟内，晶圆厂的设备复原率超过7成，新起的晶圆厂复原率超过8成。部分厂区少数的设备受损，影响部分生产线的运作。现在主要的基台，包括所有超紫外线白板印刷的设备拢无受损。回答回应讲，地动未互供应链断点。不过外国媒体报道，智慧科技产品可能因为这届地动，在未来这几个月变较贵。如果说是中低阶智慧型手机的话，库存供给无虞的前提之下，我们并不认为说这一次的地震其实就会对整体的产业链的价格造成波动或者是冲击。专家认为讲，地动对台积电或者是台湾其他半导体大厂影响有限。也那 CNN 报道，台积电的晶片集中在台湾制造，风险较悬。有专家表示，台积电要是爱持续定金在台湾，才会当对供应链的韧性有帮助。记者综合报道。花莲昨发生规模7.2的大地动，统计到今透早已经有超过300届地动尾。学者表示，这届地动是咱自从921了后上大规模的地动，嘛恐惊会影响到边仔断层，尤其是中央山脉断层系统，要注意未来可能会愈接发生地动。花莲近海规模7.2的大地动，全台湾拢感受会到，而且灾情不断。根据气象署的统计，到早起10点55分，已经超过300届的余震，互全台湾民众是真惊吓。日本气象厅研判，这届是属于板块小克逆断层类型的地动，甲元旦发生的零点半度地动是同类型的。在2个板块在挤压过程当中，一个往上，一个往下，所以我们这一次在花莲的地震，经过我们的一个资料的一个处理。我们目前初步判断，它是一个逆断层的一个形式。国内学者表示，这届地动是921大地动了后上大规模的地动，所以爱观察这届地动了后，可能会牵连边仔中央山脉断层的系统，因为昌国断层甲中央山脉断层的系统是相夹的，甚至会牵连到菲律宾海板块、布雷奥亚大陆板块各界所在，进一步引发其他的地动。今天这个地震，它是发生在林顶断层，那旁边它就有一条叫中央山脉断层，那中央山脉断层它可能会被触动。其实今天这一天里面的有些余震、地震呢，已经在这个断层上发生了。中央大学地质研究所的教授李雪提表示，这届地动引起的余震，是因为板块各界所在本身就是一个真大的断层，当迄个地段出现真侪分岐，拢是地势开发生地动的原因。主要的这些有感地震呢，可能在1-2个礼拜、2-3个礼拜集中在这段时间。可是无感地震，它尾巴会拖很长。前气象局长陈明德嘛，伫人面册打出2张玉山主峰的相片。主峰西面的影野显示，玉山主峰西面受到地动的影响，有小规模崩起，这规个土粉硬飞。烟尘还蛮明显的，表示说那一边的落石很明显。那这个是地震后常有的现象，很多地方会有一些土石松动滑落的现象。接入1点，玉山国家公园管理处表示，地动了后，园区玉山主峰线、北通关弯影线西段到分量水墙，还有中支管步道、瓦拉米步道等等，目前也无灾情传出来。不过提醒民众，地动会地势落石的风险增加。
第二来非必要建议暂时莫去山区。记者综合报道。青云制作全台湾规模上大的台南南西港价古厝，今家孙7代人有将近200人登来陪望，场面是办甲真盛大。手客清香祭拜，再搁由江家古厝的主事江明德代表献茶、酒、花果，带领众人贺金，表达对祖先的追思之意。逐年到了清明节祭祖的时节，来自全国各地的江家子孙，拢会倒来故乡扫墓，死了就将近200人。依据江家的开基阿太祖墓前来敬拜，场面是真壮观。因为每年回来这边其实人都蛮多的，那也很高兴说江家有维持这个传统，就是每个清明啊，或者说过年过节的时候，大家都会回来祭祖，还有这种慎终追远的观念，我觉得很重要。因为像我在花莲那边读书，然后就看到很多个部落的文化是断掉的，然后我很高兴，就是我们江家这边有把这个文化留住。位伫大山线边仔的南西甘家古厝，具有市定历史建筑，甲传统古老顶相撞的民族身份，是地方重要的文化资产。更是全台到现在保存完整上大的单姓宗族的聚落，因此嘛保留了每当到了清明节祭祖，来自全国各地的江家子孙拢来倒来故乡扫墓。到现在已经是19世至25世同时祭祖，7代同堂的场面。追思陪墓的嘛，大概伫咧100-200人啦。上长辈的辈分是19代，上少年的来到25代。做先祖安尼所留落来遮的物件哦，大家是受益良多啦。啊，当然陪墓嘛是一个追思啦。哦啊，大家嘛真欢喜。哦啊，每年会当来祭祖。分布在各地的子孙，大概有几个时间点会回来了。那一个是清明祭祖，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在农历6月20号。构成的一个定的仪式，就是这1年来出生的男丁，把它列到我们的族谱里面。那这江家的祖孙对这个祖先的祭拜跟神明的祭拜，都是一直以来非常虔诚，所以这个传统其实是一直传承下来的300年。这次制作了后，江家嘛鼓励后代子孙未来踊跃参加，希望将孝道影响传承到后代子孙。记者王正云台报道。继续来看高雄人武昨一栋徛街大火，厝主一家7个人拢未赴走出来，消防赶到现场救人，其中一个送医也是救无倒来。有厝边咧怀疑可能是电动车咧楼骹充电才会大火，这详细嘛搁爱调查。透天厝火烧，搁庆高安，四边的住户虽然会赴走，不过也是心惊惊。也消防人员接到报案了后，赶去现场拍火救人。进去就可以进去了，他们用爬的啦。火势是真猛，消防人员拍火，派另外一组人去厝内搜救，因为传出讲，包括厝主、一口罩7个人也掉伫咧内底。不好意思啊，直接送医。警消甲伤者送病院，有6个人叫着伤，其中一个48岁的男性，找到的时已经不知人，送病院了后也是救无倒来。4月初3暗时11点外，高雄林武区永信4街这栋透天厝熊熊火烧。警消接到通知了后，派17台车、26个人到现场拍火，火势大约20分钟拍花。也附近的住户表示讲，起火点敢若是1楼的车库。听到那个烧东西的声音，我们开门出来看，结果那个就发现那个是火烧起来了。9点，目前我们到现场初步的话是1楼汽车的部分，汽车及机车燃烧。居民表示讲，敢若是车库的电动车当咧充电，也厝主一口罩嘛当咧困，才造成1个人死亡，6个人受伤。也警消初步排除是人放火，起火确实的原因要搁来调查。记者高雄报道。讲到今年的2月天气烧热反常嘛，影响林景甲乃至的收成。农业部除了有派人去训练高科斗落山地了解，嘛公告天然灾害现金救助地区，那受害有到2成以上的，得当向当地公所申请救助。往本这时期是林景乃至的开花期，但来到云林高科山区林景树，只有看到少数的果花，农民就讲。受到气候影响，林景花敢若开2成，甚至拢无开花，未来恐惊都无收成。今年的林景拢无开花的原因就是阮无雨水，所以都毋捌拄着像今年安尼。
那今年看起来到目前为止啦，吼，就是讲这个奶鸡，吼，准备的奶鸡甲这个邻近吼，农民是完全伊的果树拢完全无开花的状况。高龙就讲，过去嘛捌拄到气候未顺，只有开花3到4成，但今年花开的情形搁较歹，赶紧通报当地公所民代，会同农粮署农改场等单位会勘，认为是气候异常所导致，已经请公所统整规体受损。这款气候关系，确实会导致这情发生吼，所以咱即马就赶紧来向农业部做这反应。很多的田区都显示说，今年因为天候的关系、高温的关系，影响了它的开花。那后续我们将汇整所有我们勘察的资料跟状况。农业部3号暗时公告，今年年季奶鸡是2月份高温农业天然灾害现金救助地区，乌药奶鸡和年景每公斤救助62000块。玉荷包奶鸡和玫瑰红奶鸡等新品种，每公斤救助10万块。若受损超过2成的果农，要赶紧到公所申报以减少损失。记者用为报道。台湾非常重要影像创作者张照堂4月7日过身，食到81岁。伊自1968年开始，就以台湾本土文化为主来拍纪录片。为了感念伊的贡献，文化部也表示，而且总统命令包容。所以拍的一般大部分是街头的角落啦、人的生活啦、人的样貌，那个叫做社会风景。心理风景其实是比较像从我这边出发去看出去的世界、看出去的人。张照堂一生从事影像创作，不论是静态摄影、拍纪录片、剧情片，伊拢开创出伊独有的风格。伊捌摕过国家文艺奖、金马奖终身成就奖。张照堂自1968年入去到电视台做摄影，嘛开始拍纪录片。伊的镜头对准台湾本土文化，亲像大甲马灯后头厝、讲厝、王尊正等，拢是伊早期真出名的作品。那当然进入电视台工作之后，你才看到很多社会的问题啦、人的问题嘛，那些东西才会让你思考说真正人的样子是什么。张照堂1943年伫邦桥出世，是台大土木系毕业。不过，伊对摄影有真大兴趣，捌伫中视、公司和超市等等食头路过。制作袂少关怀弱势的节目，也互伊深入思考社会问题。这导演亲像黄信桥做文革拢是伊的徒弟。做文革表示，老师是一个对作品正认真严肃的人，也总是互伊的学生上大的支持和鼓励。纪录片长期以来一直有一个传统，就是替弱势者发声嘛。只要这个题材做了以后，是对整体的社会或者是对弱势者有帮助的，都给我们最大的支持，让我们去发挥我们的特长。对我来说，对我们来说，就是失去了父亲了。张照堂老师伫4月初2过身，食到81岁。为着感念张照堂的贡献，文化部表示要请总统命令包容。这文革嘛，希望有一天会当甲张照堂演过的作品重新放起到网络，继续启发济创作者。记者卢尚如、曾俊尧台北报道。教育部举办全国大专校院基本竞赛，今年台语简说和写作的部分，台南有2间大学学生拢摕到真好的成绩。咱来看因是安怎来训练。时常出现我的梦中，迄条是我的故乡。好听歌声，红听甲真入耳，学生用歌声做起头，要啥人听伊咧小解伊的故乡。这毋是唱歌比赛，是当咧练习台语演讲的过程。现代华文系长期培养学生演讲的能力。有教授认为，母语毋敢若开讲才通用，因才开始培训参加语文竞赛的选手。有袂少科系学生拢拼死来学习，这届比赛嘛有得奖。台语是一个会当甲咱华语共款，会当做知识的传播，做知识的传达的一项语言，所以伊甲别个语言其实无啥物差别。咱应该更加爱用台语来做一寡专业的代志，安尼台语较有法度继续去互大家来尊重。华文系蔡教授伊感觉讲吼，会当伫咧台下顶，互台下骹的人听甲耳孔啪，这是爱有真侪技巧来去做训练的，所以阮是以安尼出发点来训练学生。大学面前咧推测补给，即阵有初步的成果啊。但大学共款有老师用休困的时间陪学生一步一脚印咧练写作，起头因先宣布文章为重点，尾手才个落笔写文章。学生毋干那比赛尔，有人开始应用台语文写台语诗。一开始就是常常会写唔到字，
所以老师在改我的作文的时阵，就会有足侪红字伫，后来就是较顺手。话是风，字是宗嘛。你若无经过即个书写，你真歹甲即个文化的底底甲伊留落来。啊，你若敢若讲啊，就会晓讲就好啊。这是一种对语言来讲是一种不公平的讲法啦。为着互台语更加全面性普遍化，侪老师落苦心咧团团。台南大学帮老师讲，因培训愿意来学的囡仔，就哪亲像咧夜景，伊希望学生未来拢通成做大壮的小仔，互台语未来有好音乐，才会功名大拍尾。记者李上台南采访报道。这几年有愈来愈多绘本是用台语来创作，亲像绘本作家德洛地，伊就长期投入绘本创作，最近嘛出版伊的头一本台语绘本。甲阿米仔做伙跳绳的时阵，无公平，你有识。古锥趣味的图，加上简单的语句，佮有台华双语的文字，这是多乐地出版的头一本台语文绘本《无公平》。我画一只狮仔，2只花豹，毋过空桥帮是平。作者用动物做主角，配合囡仔人生活中接拄到的情景，互囡仔家己去感受，安怎合作公平，啥物又阁是无公平。多乐地认为，通用家己的母语来创作是一件真亲切的代志，也希望透过绘本，互囡仔感受台语趣味的所在。希望我做台语文的绘本，会当互因体会甲感受到讲啊，原来台语讲故事会当遮尔好听，用台语来读故事，搁较亲近。平仔出版过台文绘本的作家黄玉琴认为，毋那是囡仔，大人若想要甲台语捡回来，看绘本就是真好的方式。若讲到创作，伊也表示，家己头起先是看到人出台语绘本，感觉输人毋输阵，就安尼开始投入创作。我嘛希望讲这是一个好的循环，有人看到讲啊，这袂歹，啊，咱嘛来做，啊有来做，更较侪人看，啊更较侪人做，是较好的代志安尼。黄玉琴表示，虽望即马有愈来愈侪台语文绘本咧出版，毋过比例也是无算侪，好的作品永远拢嫌无够，望大家一个抽一个，互更较侪人投入台语绘本的创作。记者刘时武、谢桂林台北报道。下晡报天气变化来看详细资料。北部地区25度至30度，中部地区26度到32度，南部地区28度到33度，东部地区25度至30度。外岛地区16度至29度。感谢你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志安，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